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聽書貓耳，我係貓耳。如話入邊嘅活着入邊寫過，人係為咗活着嘅本身而活着。上一集福貴死裏逃生，佢以為最難嘅日子已經過咗，但係原來命運最鍾意玩人嘅嘢係回力鏢。今日呢一集呢，我哋會講到福貴人生入邊呢最痛心嘅幾段往事。我諗起韓劇入邊呢有段說話噶，父母離開，痛楚會隨住時間淡化，但係如果父母失去仔女，嗰種痛呢係永遠都唔會完，亦都冇人可以取替到。喺福貴嘅故事入邊呢，除咗失去仔女嘅痛，仲有對太太家珍嘅一份愧疚。今日我哋就由呢個家點樣由內部開始崩塌講起。福貴返到去屋企呢，分到5畝田喎，竟然係佢當年呢輸俾龍二嘅嗰5畝啦。嗰日呢，土地改革，龍二呢因為唔肯交出田地，被定為地主，判處槍斃。福貴呢去到刑場啦，見到原本神氣嘅龍二呢，嚇到呢要人拖住行。龍二死前對住福貴大叫：福貴，我係替你去死噶。隨後，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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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，五槍。福貴嚇到全身都冇冷汗，連褲浪都濕埋。佢第一次明白，原來當年嘅傾家蕩產，竟然係命運送俾佢嘅防彈衣。窮原來都係一種可以救命嘅福分，但係窮呢，始終都係殘酷嘅。鳳霞變咗聾啞，大生得靚又勤力，可惜喺50年代初，實在日子太難啦。福貴為咗保住有慶讀書，忍痛呢將鳳霞呢送俾人領養。福貴呢帶住鳳霞入城，鳳霞呢以為佢玩喎，食住福貴賣俾佢嘅紅薯，仲識得留返一半俾爸爸。福貴趁住佢食緊嘢嘅時候就轉身跑，鳳霞嗰種啊啊嘅慘叫喺後邊追咗好耐，但係幾個月嘅深夜，鳳霞竟然自己行咗幾十里路，滿身泥咁行返嚟。佢唔夠膽入屋，只係企喺門口度眼金金咁望住爸爸，仲驚自己再次會被送走。福貴就崩潰咗，抱住鳳霞大喊：我哋唔送走啦，死都要死埋一齊。鳳霞返嚟之後嘅日子呢，進入咗最荒謬嘅大躍進時代。村裏邊呢搞大煉鋼，所有呢煮飯嘅鍋啊都被收走。家珍就係嗰陣時呢，被繁重嘅體力勞動呢徹底磨殘咗。家珍呢就得咗一個病，叫做軟骨病。啱啱開始呢，佢覺得全身冇力，擔水嘅時候呢腳軟。有一晚呢，佢去咗打水。體力透支，成個人跌咗入水溝裏邊，喺寒冷嘅水入邊浸咗成晚。由嗰日開始，佢嘅骨頭就好似棉花咁，完全撐唔起自己。醫生話呢種病係因為長期營養不良同埋勞力過度累積返嚟㗎，係根本冇得醫。家珍由起初可以搖下搖下咁樣，到後邊雙腳完全萎縮，冇晒力。每日只能夠攤喺床上邊，有時候佢想幫輕下福貴，就要跪喺地下，用手撐住地，一點一點咁樣爬去灶頭度煮飯。你可以想象下個畫面，一個以前錦衣玉食嘅大小姐，竟然要喺地上邊爬。佢嘅嗰份體諒同堅強，其實比起福貴承受嘅苦，更加令聽眾心酸。家珍病咗，全家嘅希望就落咗喺有慶身上。有慶真係乖到令人想喊，佢好愛佢嗰兩隻羊，每一日天未光就起身割草，為咗慳返對鞋。有慶每日返學就除咗對鞋，拎住對鞋，赤腳喺田道上面跑，噠噠噠噠咁樣嘅聲音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個瘦弱嘅細路，踩住冰冷嘅泥土或者係燙手嘅沙石，就係為咗唔想整爛對鞋。佢跑得好快，風吹過耳邊。喺我哋呢個年代，細路有新波鞋，有車接送，我哋好難想象呢一種懂事。但係正正就係因為有慶咁努力咁樣想幫輕個家，不幸就嚟啦。
反差往往最令人崩潰。喺1960年年初，縣長夫人生仔大出血，有慶跑得最快，第一個就衝去醫院捐血。醫院房裏邊黑沉沉，醫生竟然為咗救縣長夫人，不停喺有慶身上抽血，抽到細路面色變白，心跳變弱。醫生仲話抽個血都頭暈，真係冇用。福貴趕到醫院嘅時候，醫生只係冰冷咁問：你點解得一個仔啊？你應該生多幾個啊嘛？福貴行入房，摸一摸有慶個頭，係凍噶。有慶就係咁樣俾人抽乾血死咗。福貴嗰刻癲咗，佢想去揾縣長算賬，點知縣長行出嚟嘅時候，福貴呆咗喺度。佢係春生，春生係福貴喺戰場上最親嘅生死兄弟，一齊分過一塊硬餅。救命恩人竟然變咗殺子仇人。福貴只係沙啞咁講咗一句：春生，你欠我一條命，下世你要俾返我。福貴孭起有慶冰冷冷嘅屍體，行返去村口條路。平時有慶就係喺呢一度除咗跑步鞋，月光照喺路上邊。福貴覺得月光好似碎開嘅鹽咁，灑喺佢嘅傷口上邊。福貴親手將個仔埋喺父母墳嘅隔籬，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咁樣執走，因為佢驚啲石頭呢會揞親有慶。正如我開頭講嘅。失去仔女嘅痛係一世㗎。有慶咁乖，跑得咁快，但係以後呢一條路都唔會再聽到跑步聲。家珍雖然病到起唔到身，但係母子連心，佢一早就已經知道。佢拉住福貴隻手話：福貴，我晚晚都聽到你由墳場嗰邊行返嚟。有慶走咗，我個心都空埋啦。家珍冇大叫。佢只係每日望住門口，好似仲等緊個仔拎住對鞋跑返屋企咁。如果而家你身邊都有愛嘅人，請你好好咁樣擁抱佢，因為喺福貴世界入邊呢，平凡咁生活落去，已經係需要用盡全力去換返嚟嘅福氣。呢一集呢，我覺得最諷刺，亦都最令人痛心，當然係有慶嘅死啦。我覺得最奇怪嘅就係個醫生有醫學常識，但係佢竟然抽乾咗有慶嘅血，反映咗呢個人係幾咁冷血啦，同埋亦都反映咗當時呢嘅醫療水平呢都係冇咁高嘅。咁所以其實好感恩我哋而家嘅醫療制度，雖然唔係話好完善，但係都起碼唔會話出現一啲咁荒謬嘅錯。咁呢一集呢，就去到呢一度啦，唔知大家呢會唔會聽完之後都好心噏呢？我係貓耳，多謝大家嘅收聽，下一期呢，我哋會講下鳳霞之後嘅故事，我哋下期見啦，拜拜。